係一個同市中心大約半個鐘左右嘅步行距離，搭車都差唔多半個鐘左右嘅 Vintage Market。咁佢本身呢係一個賣食物為主嘅 market，淨係開星期一至六。咁但係聽講呢，佢係每個月嘅最後一個星期日，冇記錯係朝早9點開到晏晝2點左右嘅一個 Vintage Market。咁佢有賣各種二手書啊、飾品各種嘅嘢。而佢賣得最多嘅就係餐具同埋布料類嘅產品。Google Map 上邊係會顯示佢冇開門嘅，所以去到當日真係要自己親身去睇下佢有冇開。因為烏茲菲美術館入邊唔可以拍片嘅，咁所以我就咁樣簡單介紹一下。我當時買嘅飛係一個5日嘅 pass， 你去佢個網站佢就會顯示唔同種類嘅飛。咁我買嘅嗰個係包括埋比提宮同埋波波利花園。買飛嘅時候你就要買好日期同埋入去嘅時間。咁呢個 pass 咧係會包括你進入烏茲菲美術館嘅 priority access。講翻烏菲茲美術館嘅歷史，烏菲茲呢個字喺意大利文嘅意思就係辦公室。1560年由麥地奇家族嘅 Cosimo 去委託人起嘅辦公室，而最後一位直系嘅後裔女性同 Tuscany 大公國嘅統治者簽咗協議，就表示我可以將所有嘅藝術品贈予俾你哋，但係附帶條件嘅。第一就係藝術品永遠都唔可以離開佛羅倫斯，唔可以外借。第二就係藝術品一定要永遠都為公眾同埋民眾所服務。喺呢兩個條件之下，可以睇得出藝術品並唔係屬於統治者。呢一堆藝術品嘅價值係比國家更重要。咁喺去美術館之前，我覺得可以做少少嘅功課，就係了解一下天使報喜同埋三皇來朝呢兩個宗教故事。因為其實由拜占庭帝國時期去到文藝復興期間，有唔少嘅作品其實都係以呢兩個宗教故事作為作品嘅主題。所以了解咗呢兩個宗教故事，其實大約就會睇得明部分嘅作品。而我個人係有幾個作品推薦睇嘅，不過如果要講埋當中嘅歷史價值呢，就會好長噶啦。我會將我個人喜歡嘅作品寫低個 list， 咁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大家都可以睇。有人有興趣嘅話，我就再分享啦。咁但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烏菲茲係一個好好行，同埋佢嘅紀念品鋪做得非常出色。例如你睇下呢個袋，即係我知道袋可能有少少唔等使，但係呢啲袋遲早都會有用噶嘛。同埋佢好好睇喎，我買晒佢兩個款。呢個 artist 都係我最中意嘅 artist， 而佢嘅作品入邊，我係最中意佢畫嘅聖經入邊嘅7種美德 Fortitude。可惜佢呢一個作品係冇出 Goose 嘅。如果佢有出 Goose 嘅話呢，我真係會破產咯。仲有另一個我覺得非常之出色嘅就係磁石貼。我以前一直都覺得買磁石貼做紀念品嗰啲人都係傻仔嚟嘅。Apparently 我而家係佢哋嘅其中一份子啦。呢一個磁石貼係可以咁樣打開噶，咁樣打開就係佢嗰幅春啊！即係有咩可能唔買？即係有咩可能唔買？其實烏茲菲美術館係真係非常之大。我用咗3個鐘時間，我先睇完一邊嘅走廊，我係冇時間去睇埋剩低嘅作品嘅。所以即使對藝術歷史冇咁大興趣嘅人，佢都係一個可以行成日嘅地方。我覺得佢嘅紀念品鋪係我so far去過佛羅倫斯幾個藝術館入邊最好賣嘅紀念品鋪。係一個好一般嘅柏拉圖。呢度就係巴傑羅美術館。咁我諗最出名嘅2個作品就應該係多納切羅同埋達文西嘅老師 Verrocchio 所製作嘅2個大衛像。咁但係我個人最期待嘅作品呢，其實就係 Brunelleschi 同埋 Ghiberti。佢哋嘅名真係好難讀。佢哋為競圖比賽製作嘅2塊雙板。咁呢一個比賽最後係由 Ghiberti 勝出嘅。Brunelleschi 喺輸咗比賽之後呢，佢就放棄咗雕刻，而 Ghiberti 嘅致勝位就應該係佢嘅雙板比 Brunelleschi 嘅輕7 kg， 因為 Brunelleschi 嘅雙板係組裝而成，而比賽嘅主題就係 Sacrifice of Isaac。呢一個比賽嘅目的係要選出東門嘅設計師。Ghiberti 贏咗之後，佢就用咗接近23年嘅時間去製作呢一道門，而最後呢一道門被移咗去北邊，變成我哋而家嘅北門。1424年完成咗北門之後，1425年就即刻被委託完成埋洗禮堂嘅東門，亦都係我哋而家所知道嘅天堂之門。我第一下見到佢哋，心諗杯展笑死，點知原來就係杯展。呢度呢，就係百花大教堂。
教堂嘅飛都有分好幾種嘅，只有最貴嘅嗰個 Bruniski Pass 你先可以上到去圓頂上邊嘅燈籠塔。咁呢一個 pass 同樣你揀咗要登頂嘅日期同時間，登頂之後呢，就可以喺3日之內參觀埋佢嘅鐘樓、洗禮堂、博物館同埋大教堂下邊嘅遺跡。但係我覺得教堂嘅指示其實唔係好清晰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當日我早咗5分鐘到教堂，點知因為佢冇任何關於入口嘅指示，我入錯另一個入口，去到一半我先知道原來要登頂嘅入口係喺另一邊。最後我大約遲咗半個鐘，我先可以開始爬樓梯，唔係行樓梯，係爬樓梯。就講少少關於教堂圓頂嘅歷史同小故事。圓頂以前係倒塌過幾次嘅，直到1418年，佛羅倫斯市政府進行咗圓頂嘅競圖比賽，參賽者就有 Bruniski 同埋 Ghiberti， 今次就由 Bruniski 勝出。圓頂喺1418年開始起，直到1436年8月先完成。關於呢個圓頂係有2則軼事，第一則係聽講 Bruniski 其實係冇贏到 Ghiberti 同 Bruniski suppose 係共同製作，只係喺1423年 Ghiberti 被逐出咗工地。而另一則就係喺 Michelangelo出發去羅馬設計聖彼得大教堂嘅圓頂之前，佢寫咗封信俾佢老豆，信入邊提及到我要去羅馬起佢嘅姊妹，我可以起到更大，但係我冇可能起到比佢更靚。佢圓頂嘅呢一個位叫做古區，然後呢個古區一共有8個，因為 Michelangelo 反對完成淨得有7個，所以而家就淨係得1個完成咗。用乾衣機要記得將個隔塵網攞出嚟清理咗啲塵，如果唔係，啲衫係永遠都唔會乾到嘅。有時望住呢種就會有種真係天生上有才華嘅差距。我終於見到呃錢嘅人啦！呢4個全部都係妹。其實喺倫敦嘅遊客區都幾多嘅，但係佢啲妹冇咁多咯。呢一堆就係今次去佛羅倫斯嘅戰利品。我本身就唔係一個買好多 fashion 上嘅嘢，咁所以我最中意買嘅嘢就係香水。今次去我就總共去咗2間賣香水類別嘅鋪頭。咁一間呢，就係呢一個意大利本地牌子，呢個香水1盎50 ml， 價錢我冇記錯係28個半歐。以一個正常嘅香水嚟講，係一個比較相宜嘅價錢。如果你有多少少嘅 budget 咧，就可以睇呢一間香水。佢背後亦都有個歷史，就係佢有其中一隻味嘅香水。睇下先，佢呢一個香水就係呢一間鋪送俾麥地奇家族出身嘅法國皇后，但係我最後冇買到呢一隻香水，我就買咗另一隻。100 ml 係125歐，但係佢係有得退稅嘅。喺英國買嘅話，呢一個係125磅。如果你有 budget 對佢哋有興趣嘅話咧，真係可以去買下。差啲唔記得咗，當時我喺佛羅倫斯嘅第2晚，差啲俾人偷嘢。咁當時我就喺市中心嘅車站等緊車返 hostel， 然後就有一個阿伯喺我後邊，好奇怪，因為佢將佢嘅背囊孭咗喺前邊，而基本上只有遊客同小偷先會咁樣孭背囊。咁我就已經好 alert， 然後突然間 feel 到我個背脊俾人扯咗一下，咁
我就好自然反應咁擰轉身，好大聲咁咗一聲。咁全世界周圍嘅人都望住咗我哋，個阿伯就用一個做乜嘢啊嘅眼神望住我，咁我就以為我誤會咗佢。點知我上車之後發現我個袋俾人開咗1/3，不過我係冇任何財物嘅損失嘅。所以大家如果去佛羅倫斯嘅話，要小心自己孭喺背脊嘅財物。烏茲菲美術館咧，佢係有出一個香水同埋室內嗰啲係咪叫香薰啊？以波波里花園作為發想去 design 咗出嚟啦。我係有諗過要買嘅，但係最後覺得我一定會去波波里花園嘅，咁所以我去到嗰個花園嘅時候，我再買啦。點知因為波波里花園同埋比提宮咧，其實佢哋連埋一齊嘅，但係佢 Google Map 上邊寫佢6點半閂門，原來佢係有唔同嘅月份，佢係唔同嘅時間閂門啦。而11月至2月係4點半就閂門，所以我喺行完比提宮出嚟，諗住去波波里花園嘅時候，佢已經閂咗門咯。當去到美術館，我係好容易衝動消費，買咗好多根本就唔應該買嘅嘢，例如呢個紙巾啦，呢個春嘅紙巾啦。即係諗下，如果以後有人哋問我我可唔可以問你借張紙巾嚟抹一抹鼻涕啊？哇！我係好容易衝動消費買呢一啲唔知做乜嘢嘅手信。仲有呢一個係喺比提宮買嘅。今次去佛羅倫斯就去咗5日4夜，我係喺比薩落機嘅，然後就搭火車過去佛羅倫斯，因為機票平啲。咁我今次住嘅 hostel 咧就係一家喺意大利連鎖叫 Yellow Square 嘅 hostel， 整體嘅體驗都唔錯嘅。佢距離市中心火車站係行20分鐘左右嘅距離，不過我主要都係搭佢輕鐵，都幾方便嘅。總括嚟講，我覺得成個佛羅倫斯嘅旅程都係好舒服，同埋 solo traveler 都幾 friendly 嘅。但係關於佢夜晚嘅治安，我就唔係太清楚，因為基本上每日都8點零就翻到去 hostel。我唔係一個會去 clubbing 同飲酒嘅人，所以我唔太知喺佛羅倫斯關於呢方面嘅文化如何。但係整體嚟講，我係絕對會想再去多次佛羅倫斯嘅。